平安，请咱闭班心，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哈利路亚，主已经过我。哈利路亚，荣光归乎咱的主上帝。感谢耶稣钉十字架替咱来死，真做咱的赎罪祭。感谢耶稣有过我，咱就有永生的望伫伊的面前。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你所分别最圣的日子，伫过我节、过我节。过活节的早起时，阮阁会当来到你的圣殿，甲你相见面，帮助阮拄着你，你掠着阮，无放你。感谢你，互耶稣做阮的赎罪祭。感谢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成的功劳。阮真感谢主上帝，你替阮成就的代志。阮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乐你，荣光归乎上帝你，荣光归上帝，荣光归乎咱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愿这平安，欢喜甲你伫这分别做圣。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过活的早起，甲你做伙来敬拜，请你也甲你坐地的正边倒边的兄弟安尼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请我甲你做伙敬拜。咱用信用个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信用个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了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伊性情投胎，对伊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进来受苦，钉十字架，死来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中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的赦免，肉体的救我，永远的活命。阿门。感谢主，无十字架就无冠冕。无伊的目屎，咱就无得安慰；无伊的死，咱就无活命；无伊所流的宝血，咱就无得到罪的赦免。无十字架，咱就无活去；无十字架的救赎，咱就毋知明仔日要如何。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过，拢无保留为我，为命的十字架，你受批判，我的义理，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逃跑。少年耶稣为咱钉十字架，耶稣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过，
十字架，耶稣应听也看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露，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耶稣定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过，用我保留为我陪命的十字架，你手臂拍我的意志，你手摇我的自由逃跑，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施了拯救，感谢你用慈悲将阮吸引，用你听的目屎来刺激阮的悲伤。主你的恩典大显迄个时，阮只好诚心伫你的面前拍落感谢你。阮知，若无你的死，阮就无得新的活命；若无你拄着的见效，就无荣耀；甚至无你的吐气，阮就无得到喜乐。无你受到鞭拍，阮就无得到完全。主耶稣，阮感谢你，阮实在感谢你为阮顶十字架来死。再一摆来笑念主耶稣为咱顶十字架。耶稣顶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过，拢无保留为我陪命的十字架，你手臂拍我的意志，你手摇我的自由逃跑，举起你的手，宣告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耶稣应听也看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露，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再一摆，大声来宣告十字架。十字架，耶稣应听了看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露，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再一摆三个。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记号，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咱靠耶稣的宝血，罪恶罪过拢得到洗清，这是咱得救的记号。又高啊！哈利路亚！又高啊！哈利路亚，伊有膏我，咱无搁惊吓，咱甚至知，咱因为伊的膏我，咱靠着伊属新的活命，咱的新的活命内底，就对生命有充满盼望。这是因为耶稣定十字架来担当、来医治、来赦免所带来的。
伊有过我，伊有过我，因为伊是基督，伊是耶稣。咱来吟，伊有过我。地行，伊名是耶稣，伊带来这，伊的下面对是个我，我的主意，当的温柔就是我的。只有够啊，所以咱来手较有仰望，有信心，相信这是咱所确信的基督。来，上帝的囝，上帝的囝，伊名是耶稣，伊带来这。有一是个我，我的主意，当的温柔就是我的有的地方。选个伊有个我，伊有个我，我们你的将来，伊有个我。一摆三个伊有个我，伊有个我，我们你的将来，伊有个我，我的爹娘，我真爱你，你将关将来，生命将我亮光。生命将我亮光，因为个我；生命将我亮光，因为个我。咱知耶稣被钉伫柴里，亲身担当咱的罪，伊的身躯咱互罪，咱会使用罪来死，用伊来活。伊的伤痕，因为伊的伤痕，咱得到医治。感谢伊，哈利路亚！耶稣已经过我。咱大声来讲一摆，哈利路亚！耶稣已经过我。该无确定呢吼？再一摆，哈利路亚！耶稣已经过我。哈利路亚！耶稣已经过我。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眼神黑暗全是，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已复活。
必死平安，必死不得敌。咱起立来，请起立。哈利路亚！咱要来庆祝耶稣基督的歌啊！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主你的生命引领我，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尘海海里，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必死平安，必死不得离。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歌，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歌，主你的生命引我，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敞开海里，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必死平安，必死不得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敞开海底，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必死平安，必死不得敌。你必死平安，必死不得敌。再次宣告，你必死平安，必死不得敌。伫咱要坐咧之前，咱搁一摆来讲，哈利路亚，主有歌啊！哈利路亚，主有歌我。请坐。上帝，你无袂记得人的困苦，你受主耶稣担当阮的苦。阮真正感谢你，因为你举手是要拯救困苦的人，你也听困苦的人的求讨求叫。感谢你做赎罪祭，救阮脱离罪的捆绑。感谢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清阮的过失，阮得自由徛在，罪得赦免，阮得抛放，拢是因为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功劳。主，阮真正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因为耶稣会赢过世事关系，告我，咱有盼望，有平安，有新的喜乐。帮助阮，帮助我，活转到你面前，帮助阮活转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旨意伫正伫这个土地，亲像伫天里，保守阮这个台湾，无阁拄着新的苦难，阮所面对的困境，求你听阮的祈祷，愿你的公义。你公义伫遮得到展开，帮助阮，互阮即块土地的居民佮较知，阮是因为你的恩典来得度我。主，感谢你，感谢你十字架的功劳，荣耀归咱的主上帝，荣耀归咱的主基督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继续来祈祷，请看内面的公祷事项，请咱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互阮有当有即个福分，伫遮敬拜学了你。恳求你圣灵充满伫阮当中，带领阮的聚会，对头到尾拢有你的同在。你知阮的需要甲欠缺，愿你保足。阮教会所做事工，求你带领。身体欠安，心事软弱兄弟，求你医治安慰。永远的天父，阮嘛要感谢你，赏赐阮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世间人的罪受苦，钉死伫十字架顶，第三日对死来中过活，赢过死亡甲黑暗，愿阮赐阮有活命的盼望。恳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使阮会当有能力甲勇气去传扬你的福音，互人拢会当认捌你，成做你的门徒，专心追求甲你结连的性命，互阮会当靠主活出新造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名。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啊，我祈祷，主啊，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啊，我祈祷，主啊，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三个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18篇，启应文第18篇，我来启兄弟来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以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愿万万国国快乐，唱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恁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的万民拢敬畏伊。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101首，救主国外早起，请起立吟全首。救主国外早起，全地保佑欢喜。喜安快乐半过节，救出落在的地。咱主基督了个因传，对世真日敬我，甲咱的心来认识，对地球照明去。着拄罪恶到前去，心嘛才通看见。搁我的主来显现，阳光灿烂无边。听
温柔的慈祥，万里平安免惊。大地我若足够，当求的心一光，万体的花一存下，得救了祖名，全世界花一求我，主的心渴望，修则万民共同心，我以后还来临，因为基督救我，难当花一无双。请坐。下面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唱的诗歌是《何塞那归伫君王》。愿一切荣耀归乎天顶的上帝。请做伙来看周报。圣港侍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人之意。教会消息：第一，本周日是国外祭主日，会中举行第二摆圣礼典，请各位兄弟有备心。会后请兄弟伫1楼招待桌，一人领取一粒
搁偌济彩蛋。愿主圣神引带咱的新心灵，同享受生命搁活的愿望。第二，4月26，拜六中昼12点，伫本会举办大桥国中幸福青年迎新餐会，请关心大岛。第三，本会社区园艺活动伫4月25拜五正式开课，请报名上课的兄弟留意日期。第四，下主日是假释的主日。由中华路教会吕佩林牧师来本会正道，代表请安报告。第二礼拜煞11点到12点举行新老病院社区卫教讲座，对大肠癌防治看医疗文化。讲师是唐修志医生。欢迎兄弟邀请你们朋友踊跃参加，做伙来学习活出健康生命的财目。当日欢喜礼拜暂停一周。第五，为制作5月11礼拜母亲节主日回顾影片，即日起开始了征集1张较2张家己甲母亲，也是想要感谢人的合照，并提供伊的名、甲拍摄地点、甲想要对讲的话，交互也是传影片互子安。后礼拜日杂志。第六，4月19到4月24是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学生的假期。牧师伫4月21拜1到4月23拜3，青年假全家外出屏东。本周的暗时的文图课程暂停一周。奉献部分有错误，请国教部更正。请做伙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基督若袂捌讲话，就阮所传的是空空，恁的信也是空空。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请咱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40。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40。第3节，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予恁，就是照圣经所记载，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埋葬，搁照圣经所记载，伊第3日搁活。请总人用华语读一摆。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3天复活了。请小朋友甲青年徛台顶。来，谢谢。来，我们请小朋友都到台前来哈。来。青年，我们也一起到前面来为这些孩子，来，都到前面来哈，年轻人，来，我们站前面，下面一个台阶，下面这边，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靠近这些小朋友哈，你去那边好了，请你在那边。咱这位来祈祷哈，这位来传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伫主你过我的日，阮心带着喜乐。甲愿望，因为主搁我对死人中搁我，互阮明白，主毋若为阮背起重担，嘛互伊重新新的搁我的生命，互阮明白，阮所信的信仰，阮所了解耶稣基督，毋若为着要救赎阮的罪，嘛互阮的生命通明白，阮会当对罪恶中，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通得到讨放。恳求上帝，你赐福阮。帮赞伫遮个细囝，当因伫长大的过程的内底，有每一位老师、朋友、兄弟姊妹会关心甲带导。阮相信，上帝你圣神拢甲引撒甲基地，带领伫每一个老师甲小朋友，伫因长大的过程的内底，着谨慎因的生活，着警醒因的生命，常常伫祈祷，常常伫认捌主，常常伫军队耶稣基督的款式，互因的生命伫世间的年日。
通为主你做美好的干净。愿上帝你赐福阮众兄弟姊妹，常常阮为着细囝青年来祈祷，阮的心、阮的生命嘛甲因相款，陪伴因做伙来长大。愿上帝你赐福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圣神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你们好急哈。感谢主，伫主跟我的日，咱三甲做伙敬拜上帝，嘛感谢上帝，互咱伫不足软弱的内底，重新搁一摆经历耶稣伫即礼拜受难的日，嘛互咱的生命学习伫受难的每一个时刻，咱拢会晓得思考着主耶稣基督要重新带互咱新的活命。咱搁一遍大声，咱做伙同心，搁一摆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伫主跟我的日子。阮心带着感恩敬畏的心，主啊，阮纪念主你为阮所受的痛苦。你伫克西马尼园流你的目屎，祈祷伫遐被掠，嘛了后，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要为着通过耶稣基督救赎阮的活命，也互阮搁一摆来明白，你阮的生命要因为主耶稣基督救恩，当心得着救赎。主，阮承认，阮的生命伫十字架下面。阮知，阮承认阮的不义，阮承认阮的软弱，阮嘛承认阮的无知甲失败。恳求上帝，你毋若赦免阮，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也互阮搁一摆伫软弱、丧向的心智的内底，重新得着徛在，也互阮会当背起阮逐人的十字架，做伙为主来跑走。恳求上帝，你搁一摆伫主跟我的日，将新的福音的信息，搁一摆放伫阮逐人的心中，互阮为主来活新的活命，重新得着开力。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咱人的一生生活哪亲像进入一条即个崩坑啊，你若行入去，你会感觉安怎？有一个心会感觉安怎？到底出口伫倒位？你会感觉有一个方向，你会感觉讲，这入去到底有路啊无？当咱人行入去伫咱看无路的时，我相信伫咱的生命就哪亲像，咱拄着病痛，咱拄着工作无顺利，甚至咱拄着家庭的内底彼此的中间受冷淡。甚至有时咱的健康感觉无介好，甚至有时你会感觉你单独在面对无被互人了解的生命。有当时你努力啊，你祈祷啊，但是看起来上帝敢若无改变。甚至有时你感觉我要安怎样继续来服侍上帝？其实这个困难不像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在发生。甚至伫教会内底嘛是在发生，但是你可能会感觉讲，你讲主啊，我服侍你遮尔热心，遮尔久长，但是我感觉我敢若被忽略。甚至你感觉我愿意配搭，但是敢若我看牧师的理念敢若无啥像。甚至有时你会讲主啊，我到底是在服侍你，还是在应付人？有时你可能会感觉我心内偷偷咧想讲，我足想要停落来，我无想要搁再追求啊。有时你会感觉我对某一寡代志我做决定，但是我却无法度通被认同。兄弟姊妹，伫你的生活内底，当咱咧讲耶稣搁我的时，我毋知影当你伫主的面头前，你敢有堪牧师共款，他拄仔我所讲的，咱的生命嘛共款。在面对这个代志，兄弟姊妹，有时咱的信心会冷淡，但是毋是代表咱无听主，阿门，对无？我相信你甲我拢共款的心志，但是你会发觉，伫教会内底的生活嘛无遐尔简单。有时你会敢若亲像，我无看见主过我呢。你嘛无看见咱家己的生命，敢若有过活呢？
甚至你可能会搁停留伫即礼拜，咱是啥物？受难周啊！你会感觉，嘿，我敢若搁停伫迄受难周的过程呢？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有主搁我，你嘛会搁我。伫咱的生命中，我相信，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内底咧，甲咱讲起的话，这毋是一个理论，嘛毋是一个神学的辩论，是保罗特别咧甲咱提醒，嘛是咧甲咱宣告讲，主耶稣今日圣经节，你若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伊讲信徒有搁我，讲既然阮所宣扬的是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安怎搁我？恁中间若有人讲无死人搁我，即款代志的话，敢真正安尼吗？若无死人搁我，安尼基督就安怎？就无搁我。若基督无搁我，安尼阮所宣扬的是啥？是空空的啊！恁的信嘛是安怎？嘛是空空。意思是讲，伫咱的生命中间，我相信保罗咧讲起，如果无有搁我，就咱的信灵命就无根基啊。甚至呢，你说侍奉嘛会摇动，甚至你的信心嘛会摇动，你对教会听嘛安怎嘛会冷淡。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服侍上帝的时阵，你拄着困难，我相信这拢是难免的，包含牧师嘛同款。但是我定心倒转来主的面前讲，主啊，我对主你的听，我对人的听，检测有不足，我恳求你赏赐我气力。唔对的所在，我要改回失礼；唔对的所在，我要认罪悔改。所以兄弟姊妹，对保罗来讲，如果基督真正有搁我，安尼你的服侍就安怎，不是白做的了，对吧？他拄我讲起，咱人的心中会感觉哇，我做甲，你会感觉讲啥哪敢若无被认同的时阵，你有一种失落。但是你要定心思考，咱伫主的面头前，基督有搁我无？有啦，基督若有搁我，主所做的会归伫空空吗？会袂？主伫世间的时有安怎？有医治，有赶鬼，有帮助人的生命重新得到拯救。安尼对伫咱所信的耶稣基督，咱的生命，咱嘛就相款。咱来知影，咱为着教会所忍耐，就会安怎？毋是白白，袂浪费。甚至呢，你的委屈、甲目屎、甲信心，主看见无？主会看见。你会甲家己讲，讲主啊，我相信你有看见，你会亲自来甲我回答。所以兄弟姊妹，今日无使用一个主题，基督搁我。也就是咱所信福音的核心价值，这是对咱的信仰来讲，搁我唔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神学理论啊，搁我是一个福音，咱所信福音的中心啊，甲咱所信的关键的真理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基督若无有搁我相信咱的信仰、咱的教会、咱一切的侍奉，甲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的沟通，拢失去了意义。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做伙来看，到底伫圣经内底，特别咧甲咱讲起教会实践的层面，咱要安怎样去体会有真实搁我的真理？圣经安怎甲咱讲？如果若无有搁我的真理，咱的侍奉就归伫空空啊！兄弟姊妹，圣经14节安怎讲？若基督无搁我，安怎？咱做伙讲。安尼，阮所宣扬的是啥？是空空啊！你的信嘛是空空啊！所以兄弟姊妹，这句足重要。当咱搁一遍来回想耶稣基督搁我的日，咱嘛定心的经验，耶稣基督咧甲咱提醒，咱生命包含咱的教会，包含咱的侍奉，深受搁信这个耶稣基督有搁我，定心拯救咱的活命，互咱得到合一的心智。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伊进一步讲，如果搁我是假，安尼连使徒、牧者、传福音的人，拢诚做假干净。伊讲安尼，阮就是伫为上帝做啥？15节，做假干净，做假见证啊！
因为阮见证上帝已经是啥，互基督过活，上帝是互基督过活。啊，世人若无过活，上帝就安怎？就无互基督过活。安尼，咱所信这个救恩就是假的了呢。安尼，咱咧讲，咱信主的人有福气，安尼这是啥？这就变成假的。所以兄弟姊妹，若基督无过活，安尼咱所宣扬的是空空，咱的信嘛是空空。所以兄弟姊妹，对伫咱今日的教会咧，甲咱提醒，咱的侍奉的气力对倒位来？是对感觉来吗？感觉若无啊，就安怎？会放弃呗？会放弃呢？如果你的侍奉是对人来的，若无人甲你肯定，你安怎？你会失落呢？有无？如果你若知影你的侍奉是对迄个世人中各我的上帝，对世人中各我的主，兄弟姊妹，我相信你所流的目屎，你每一个当你家己单独，你咧面对上帝的时阵，主会甲你纪念袂？会甲咱纪念。求主帮助咱，互咱伫侍奉的内底，我相信上帝要互咱伫主各我的日，要重新互咱思考，到底咱的生命要安怎来看见耶稣基督？各我的生命要重新带互咱什么款的愿望？兄弟姊妹，伫咱个人的内底，各我毋是只有对有天顶啊上天堂的保证。各我毋是要代表讲我会当上天堂啦，毋是啦，乃是啥？各我是你今仔日安怎？你今仔日你是毋是有经历生命的气力无啦？我佮讲一遍，各我毋是咧讲好，我有各我。后摆哦，我确定哦，我会当上天堂，毋是这啦，这对你无啥物帮助啦。较有帮助的是啥？是帮助你伫活的世间的年日，你安怎咧经历你的每一日所带互你的气力啦？我看见咱在关心青少年的朋友的兄弟甲同工吼，最近因为这青少年要准备6月中的这个6月15号这个青年主任吼。咱这拜二这青年吼，因开始安怎？因逐工拢来教会做啥物代志？一个伫遐拍鼓，正瑶伫遐弹琴，吼，另外一个是感觉弹乐器，一个弹琴，一个打鼓，然后一个唱歌啦，因因过去因袂合作伙做这代志的，但是因为咱的主日咱的同工。就陪伴因，治安陪伴因，教导因，然后互因了解，咱到时要侍奉的中间，这青年因要侍奉哦，他们要侍奉，他们就做好预备哦。所以兄弟姊妹，你会看见一日一日，看见这青年因的生命豆豆咧做啥物，咧做转变。所以兄弟姊妹，你会看到一个青少年对袂晓到会晓，迄种生命有亲像个活起来的感觉。所以你会感觉讲，迄无相款。有的人无信的人会可能感觉讲，原来基督徒咧讲个话吼，是参悟服侍吗？毋是咧讲这啦。我咧讲的是啥？是伊对袂晓去经历迄个生命会当服侍上帝，对一个伊袂晓的代志，重新去体会到原来伊能力的气力，伊的能力会当得到喜乐。因每一摆来到教会，因是欢喜的，因毋是。其他的囡仔伫外口伫安怎单纯伫遐食薰佚佗，因是做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的年日，咱来知影，如果咱的主过活，咱伫今仔日，咱伫面对人的关系内底，咱嘛着安怎？主会为咱带来安慰甲气力。当我看见这青年一开始讲到底这青年是因是会当做啥物代志啊？该问伊嘛无爱。甲因讲啥物，伊嘛不敢若无啥物兴趣。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做一项代志，咱会感觉真失落，无啥物愿望。但是上帝爱咱安怎？爱咱明白，伫人甲人的中间，伫困难的时，你安怎样学习有智慧来甲伊接待？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不断甲人的接的中间，互提升，互咱有教育的气力。兄弟姊妹，当你服侍真忝的时阵，上帝有互你有气力无？还是你家己咧面对？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上帝拢甲咱三个伫底。所以，毋是讲有个人会讲啦，讲主啊，我其实毋是无相信基督过活啦。
我相信，但是安怎啊就行袂落咧。兄弟姊妹，我们的生命有点像是电池哈，电池会安怎？手机会安怎？会无电啊！啊无电你会安怎？你会紧张袂？你会紧张，啊要用啥？对，不相信用者，伊会跳出一个讯息，跟你讲，你电量不足咯，必须要怎么样？要休息了。所以你得安怎？你得甲伊藏落来，然后甲伊插落去充电。啊，你若无要甲充电呢，你得安怎？你敢袂当使用？你无法当使用。所以咱的生命爱充电无？爱充电无？所以有人讲，我牧师，我真正有足困扰，逐摆也听你讲到，我足想要困的咧。我无要紧啊。你平常时可能无好困，但是你听牧师讲到爱困，嘛袂歹啊，不要紧啊。为什么？互你充电啊！这是真实的哦。牧师毋是要即摆要讲什么人哦，无哦。牧师要讲的这是真实的。咱的生命需要充电，所以呢，牧师伫即阵啊吼，嘛咧思考，含同工咧思考，咱的同工真正足辛苦。对牧师来，咱教会7天吼，咱中集吼，咱中集是爱4天爱休困一下，爱轮休啦，轮休啦，吼，毋是轮休，轮休啦，吼。但是呢，咱同工真正足辛苦，所以呢，我嘛含同工咧讨论讲，要安怎帮助互咱的同工，伫适当的休困的内底，会当重新去出发。兄弟姊妹，这真要紧。后来我去甲研究了解吼，原来吼，在中会吼会特别哦，特别交代讲，这教会若无咧轮休的吼。这是袂使一个，吼，所以毋是牧师要硬要爱咱休困，毋是哦，这是照中会规则来。所以咱爱思考，咱人拢若无休困，自然你要做工，你感觉会继续做的咯，有当时足困难。包含牧师嘛共款，哦，你讲哦，牧师搁要去佚佗啊？牧师爱佚佗无？哈，最近吼中会吼，中会因要开始发一个文吼，帮助各教会的牧者。甲教会发文要创啥？要开始明年吼，要开始讲牧师、家庭、教会信徒，你着爱安怎？你除了爱尽忠，譬如讲11奉献、孝敬父母，吼包含安怎？一年你至少要1次休假，好，要带全家人出去度假，好，这规则有好无？好无？好啊，还无好？吼，牧师吼，敢若要讲教会吼，小组爱带。做伙出去安怎？出去佚佗啦！出去佚佗要创啥？我还讲顶摆吼，这以诺小组、堪以斯帖小组吼，因出去偌欢喜的呢！吼，曾慧姐嘛带，曾慧姐嘛吼，曾慧姐嘛带因先生哦，做伙去嘛真趣味哦，大家拢佚佗了真欢喜哦。人甲人的中间，咱会当有休困的时阵，会帮助咱的生命安怎得到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无充电啊，充了伤紧吼，会出代志袂？嘛会出代志啊！所以吼，你茫强迫别人吼，一定爱看圣经吼。哦，你得安怎，你得安怎，你得安怎，你若无安怎就安怎。这怎样啦？这个过度充电，知影无？这安怎消化不良啊？好，所以呢，我相信吼，咱要充电也好，要休困也好吼，嘛毋通过度啦。兄弟姊妹，咱爱知影。马太福音书26章41节，耶稣带门徒去到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甲门徒讲啥？恁着伫遮警醒，伫遮祈祷。但是因安怎？他们睡了。牧师毋是要讲困袂使，是耶稣知影因的需要，因着要休困，嘛困。但是耶稣嘛甲因讲啥？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咱人拢有软弱的时阵。耶稣伊嘛体贴咱，但是上帝要甲咱讲，有时当咱软弱的时阵，咱来透过生命智慧，上帝话语来甲咱教导。哥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4节，吼，咱做伙来读吼，来。所以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心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而忍耐。倘若彼此之间有怨言，总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他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爱，爱能把一切完美的联合在一起。过去有一个同工甲牧师讲，牧师，
某咪人是安怎伊要离开啊？我讲啊，著某一寡代志，牧师著无小心吼，可能讲话无介妥当，然后这同工甲我讲，牧师，照伫圣经的内底的话吼，你爱去甲伊讲互清楚。我讲有啊，我著敲电话互伊，著无要接咧，袂使。无论如何，牧师有需要，我陪你去拢袂要紧。这个话，互我足大的提醒，也就是讲，当我拄着人的问题，我学习。无论如何，我一定爱去看人，去做沟通，去了解好清楚。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甲咱讲，咱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是圣洁的蒙主所疼的人，心存怜悯、温慈、谦卑、温柔甲忍耐。假使彼此的中间有怨言，总是着安怎互相宽容，彼此饶恕。因为咱的主安怎饶恕了咱嘛着照相款的方式饶恕别人。所以兄弟姊妹，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不是一个妥协哦，这不是妥协哦，这是啥？这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疼。因为咱的主有赦免咱无？有，所以咱嘛着安怎？咱嘛着相款学习耶稣基督饶恕别人。最后一句伊讲啥物？伊讲上重要是爱安怎？有疼。疼会当将一切完美安怎，甲伊联合做一伙。所以兄弟姊妹，若欠缺疼，就算咱的教会有组织，有人有才调，有好的规划策略，拢会安怎，都会被瓦解。所以其实对我牧师来讲，我伫要经营教会、管理教会、帮助教会来讲，有时我会互同工有侪策略，爱要安怎做，爱要安怎做，但是我会定心去思考。原来我家己本身已经互人侪压力甲重担，这个重担却互人无法度通继续行落去。只有主的疼怜悯我，帮助我，互我明白我要安怎样继续来做。所以有时各位兄弟姊妹，有时你可能会想讲，牧师，我毋是拒绝服侍，乃是伫服侍中间看袂到结果，有无？有当时咱伫教会咧侍奉，无论小组啦。咱讲一寡话鼓励人的话啦，但是无拄逐个人拢会当了解，是不是？以赛亚书安怎甲咱讲？41章10节讲：你毋通惊，因为我甲你三甲同在；毋免惊吓，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要安怎坚固你？我要帮助你？我要用我的公义的正手来扶持你。兄弟姊妹，这句话对咱来讲是极大的帮助甲鼓励。圣经咧甲咱讲起，咱的生命有主通个瓦靠，上帝伊要扶持咱，伊袂互咱倒落来。伊毋若安尼，伊是甲咱三个同在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伊会甲咱坚固袂，会帮助咱袂，会袂？因为伊嘛用公义的手、正手咧帮助扶持咱。所以兄弟姊妹，最近台湾有真大变化无？有，咱爱搁较有信心，伫基督的内底。爱做一个冷静，爱做一个啥有智慧的国人，台湾人。诗篇34篇18节，咱做伙来读吼。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你感觉真痛，感觉挡袂落去啊，上帝敢有离你总远？无啦，上帝伊会靠近伤心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会透过无相款的人，会常常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咱。愿咱拢有一粒柔软的心，互上帝圣神来亲自引带咱。最后，牧师嘛要勉励咱，当咱伫侍奉上帝为主来献上的时阵，咱需要的毋是啥？来，我们一起说哈，我们需要的不是再一个责任，而是再次遇见复活的主。有阵时你会感觉讲好，我即马搁要安怎？我有气力啦，有信心啊，我要来做啥？我甲你讲，毋是这种责任。上帝要爱咱的心受，真正有格外的生命，格外的生命是真要紧。这比你要担起什么款的责任甲使命，搁安怎，搁较重要。你若有格外的心，我相信你可能原先敢会当担一个，搁一摆担一个责任。但是你若有格外的心的时阵，你会安怎？你会担足个责任起来。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一个人毋是要搁担搁另外一个责任，一个工作，乃是上帝要互咱对耶稣基督。搁活的真理的内底，定心会当真实拄着耶稣基督，
互咱知影咱的生命是对主来。圣经内底约翰福音21章内底有一个故事，咱知影耶稣搁活了后，伊来见彼得，甲彼得问啥？3摆问彼得讲啥物？你有请我无？彼得讲哦，有啊，我有啊。但是最后耶稣甲伊讲啥？你喂养我的羊，你去喂养我的羊。有真侪这句话，唔是咧讲起信徒贫惰无火热的心，乃是啥？耶稣要甲彼得讲，你得爱去饲我的羊。为什么？伊后壁耶稣有讲一句话，伊讲啥物？耶稣伊讲，21章的18节，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阵，你家己下大安怎随意往来啊？你想要安怎行，你想要安怎做，彼得你是安尼的人。但是你年老的时阵你安怎？你伸手出来，别人要安怎？要甲你掠起来，带你去到你无愿意去的所在。兄弟姊妹，咱自信主了自开始有救恩的福音的真理来伫咱生命内底，你有感觉你的重大的愈多未？感觉好像有没有？礼拜天要来做礼拜呢，对不对？你不能在家里好好睡个觉呢。甚至呢，你参加小组参加小组有小组的工课爱做呢。你参加侍奉有侍奉的工课爱做呢。彼得讲主啊，我听你啊。但是咱嘛相款啊，咱嘛甲上帝讲，主啊，我嘛听你啊。但是耶稣最后是甲彼得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阵，你是家己下大啊，你随意往来，你想要创啥就创啥。但是你年老的时阵你安怎？你必须爱排起你的十字架，你爱为着我安怎？有人会带你去你无愿意去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有一个真大的提醒。当咱看见耶稣基督，经历耶稣基督搁活的生命，咱爱明白，主会带咱去可能你袂爱去的所在。他拄下早要敬拜的时阵东江咧讲我去坐车的时阵大人看到我东江讲。这一个外劳啦外劳的一个姊妹，看到伊就咧甲伊问啦，问讲要安怎坐车的款伊会讲你是甲我看做，我看起来足像堪你是讲越南的呢伊感觉讲我都唔是越南人但是你现在甲我当做那越南人兄弟姊妹，有当时上帝通过足侪奇奇怪怪，互你感觉很特别、很特殊。伊讲我不是这样的人，可是神却会让你成为一个就像你所看的那样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我甲这个东江讲，我讲袂歹啊，人甲你看做越南人，你会当甲伊传福音传福音嘛？敢毋是？人袂去问别人，伊袂问我，伊会问你呢。看到你的印尼是穆斯林但是也没关系啊。我觉得福音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只要是主所要给人生命的福音，我相信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我感觉咱拢有责任去向人传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彼此的中间，咱要知影圣经特别咧甲咱提醒，有真侪时阵，咱要安怎帮助咱，互咱伫信仰的内底，佮定心点到迄个火热的心。圣经内底有真侪故事咧，甲咱讲起。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咧不相时透过祈祷的溃烂，求上帝甲咱帮助。伫圣经内底内容记上悬的19章内底，以利亚伊伫加密山，伊镇压即个巴力的先知，伊甲这巴力的先知镇压属灵的精神镇压了后，后壁面发生一项故事，就是耶洗别亚哈王的王后。伊安怎？这个人是做恶一个王后。伊安怎？伊开始追杀这个以利亚，甚至呢，互伊那别墅跋咧伫咧深坑内底迄种的生命。伊后来伊得甲旷野，以利亚得甲旷野，伊对上帝讲：上帝啊，煞去啊啦！求你处我的性命啦！但是上帝安怎对待以利亚？上帝毋是甲伊责备是互以利亚。通过天使供应伊食，
供伊啉，甚至伫互伊困的中间温柔甲伊讲：伊利亚，你伫做啥物啊？兄弟姊妹，上帝有气使伊无？无。上帝有甲伊骂无？嘛无。上帝甲伊讲：你伫做啥物？有时咱的生命，有时嘛是安尼。服侍真忝，毋是罪。上帝了解咱的有限，上帝爱咱会当安静医治的中间，被圣神来亲自医治咱，互咱重新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摩西少年的时阵，伊真火热，安怎犹太人无？出来及记第2章到第4章，摩西伊真火热，伊伫做王子的时阵安怎？伊嘛真做一个牧羊的人，伫旷野几冬40冬啊。上帝安怎对待伊？40冬了后，上帝伫焚而不回，咱长老教会的这个 mark， 就是焚而不回的气配，安怎？甲伊呼掉，甚至甲伊讲，互伊一个新的使命。我找你去见法老王。兄弟姊妹，上帝通过咱伫这个艰苦、重新爱伫思考、冷静的内底，要重新互咱重新出发的路。恳求上帝帮助咱，当咱伫今仔日做伙体会耶稣基督过活的日，咱会当做伙伫服侍中间，毋是有软者的信心的内底来服侍主，乃是伫软者需要信心的时，咱重新去经验耶稣基督真实过活的真理。要安怎对主来行这条人生的道路？基督的过活毋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乃是伫今仔日是毋是要搁咧运行伫咱的生命中，带互咱一个新的快乐。上帝呼召你，毋是凭你的快乐，乃是伊过活赢过一切死亡的权势，要互咱的生命重新活出得胜的愿望。阿免。愿上帝话亲自帮助咱，安慰咱的心。互咱的生命继续为主跑走头前的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我信你有过我，但是我无否认，我的心中我的野心，我记得我过去嘛捌火热，嘛愿意服侍，甚至伫这段道路中，有时我被伤害，有时我的生命被误解、被气杀。主耶稣，阮恳求你，搁一摆来向阮显明，毋是你叫阮马上去头前跑走，乃是要互阮定心伫安静的中间来听候主你对阮的呼召。阮愿意慢慢倒转到伫主你的行程，定心来得到快乐，一直到阮搁一摆甲主讲：主啊，我愿意为你搁一摆来行头前的路，愿意祝福你的教会。每一个领受主你真理活命的话，兄弟姊妹，伫主你过活的恩典中，来领受新的异象甲愿望。有主你的疼，尽心去疼主疼人；有主你的帮助甲祝福，为主做见证，传扬主你的福音。互未捌主的人，因为阮的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互得救的人拿加天，荣耀主的名，同心祈祷，靠耶稣的主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游玩节咧，咱做伙来吟圣诗36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咱做伙来甲主同坐道。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亲爱主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5亿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咱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就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即个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啊，伫主你过活的时，阮的心毋若要甲主同过活，阮的心嘛着爱更加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当阮所领受这的杯甲葡萄汁，互阮会当真实来明白，阮对神有份伫你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当成长伫你的稳定中，荣耀主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大家。伫今日咱所领受的信息内底。咱会当做伙同心安静，恳求上帝引带咱，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实体会到主耶稣过活，咱的生命嘛同款去领受到过活的生命，更新的生命，新创造的生命，为主来活，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咱做伙伫安静的内底来做伙来领受。主同齐的，上帝要透过伫伊所发出的亮光，互咱明白咱的生命的黑暗，咱的生命需要主，咱的生命需要伊来真实看见耶稣基督所享受活命的贵力。咱的生命毋是软弱，咱的生命毋是无信心。咱的生命是对主重新得到有主的形状，有主的形象，来为主来活。
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每一摆咱拢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即个杯是新约用主的血所设立的，每一摆咱拢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同工。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当主救赎咱的性命，咱嘛着恳求上帝帮助咱。咱即个时邀请咱，甲上帝求讨气力，互咱伫信心的内底，继续为主来做跑走天路的服侍。无论传福音、甲人关系建立，甚至伫咱所侍奉的工课里面，带出属灵的果效，帮助人真正认捌着背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所做的工课内底，毋是照家己的意思，乃是照上帝所互咱，还是有疼人的心，有主所喜爱的方法。咱求上帝帮助咱。平衡，因着十字架爱，从罪的赦免，因着十字架爱，因着十字架爱，因着十字架爱，将我的洁净，因着十字架爱。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所流的血，为咱所拍破的，咱做伙同心伫伊的面前，三甲做伙来领受，来纪念伊。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正大家三甲弟弟，咱搁一遍做伙同心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也是上帝你所赏赐气力，也是上帝你所赐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侍奉你，对答以后会通荣耀主你的名。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免。这是咱做伙同心、备办心来奉献。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伫主的面前，咱三甲会当领受上帝美好的回应。上帝祝福咱的性命，无论伫世间的年日，
一礼拜的中间，咱付出真侪时间伫咱的工作、生活甲家庭，但总是咱用感恩的奉献，佮一摆来回应上帝，主嘛要继续来大大赐福咱。请记你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请这人奉献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由愿徛伫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心三位一体，早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迄位对死人中搁活，永远活地主耶稣基督，将伊搁活的大气力来充满恁的心，互恁伫软弱通得到气力，伫黑暗中看见光芒，伫每一日活出伊的疼甲阳光。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立倒。